若繼續來看南投竹山一間做餅真出名的工廠，在地經營超過50檔咯。尤其是因的冬筍仔餅，最近這幾檔來是日本遊客最愛。結果講早起的8點半，火燒厝。大火伴隨濃煙，一直對室內燒出來，規個工廠攏陷入火海。機械甲設備攏互大火燒了，現場可以當聽到爆炸聲音。警方趕到現場，緊報水線搶救。這場火到底有偌大？大概連10公里外的國道，攏會當看到大片烏煙衝起天頂。火災就發生在南投的竹山，這間在地經營超過50檔，以生產冬筍餅出名的餅工廠。在今日早起8點多，熊熊着火。根據了解，疑似是機械故障，地勢倉庫火燒，火勢一燒就燒袂收煞。根本的卡手就是原來燒真久啊，燒唔出點外鐘啊。插佇工廠邊的車也互大火牽連，嚴格因為現場溫度實在太懸，人員根本就無法度趕緊。相關單位敢會當緊急派吊車協助將車輛刷出火場。救援的時候發現，因場內囤積蠻多重有機可燃物品，隨即由指揮官再調派第2大隊、第3大隊所有人車前往支援。因為工廠的內底囤真濟吸着火，都去互燒了的物品，有油料，地勢火是愈燒愈猛，也增加救援的難度。加在無人掉佇內底，也是傷亡。消防也繼續加派人力來拍火。大火的這間工廠出產的冬筍餅，最近在網絡頂真紅，也真做袂少日本的觀光客來台灣佚佗時，做名搶買買單路。如今火燒工廠，後續的生產恐驚也會受影響。若實際損失到底有偌嚴重，都愛等火勢攏拍花，業者才會當進一步清點。